심제 남제 삼바당 로예 제자 제다버 최종吞没 대화에 주제 콜로 고르도서是我们的主角杨杰炮仗的对什么上街关键我呢，让什么就是个我什么动子吧，在为拉玛那拉索尔的，我呀，阿弥陀佛，大家好，哎呀。那么，今天我们呢，专门讲佛子行37颂啊，佛子行37颂今天我也看到有一些新的法友同学也非常开心。除了开心之外呢，我们这里先跟大家讲几句关于我们经常线上上课的一些基本的要求或者一些规矩，或者我的期待希望有什么样的一个大家能做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的没有什么规矩了我是开玩笑的。但是呢，这次呢只有5堂，就是5次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坚持到最后。当然是这是如果我当做这次就是一个佛法老师的角色，然后你们在这里来听闻佛法的话，刚刚我们在念供曼达就是要供养的意思供养。那最好的供养是什么呢？你们就坚持到最后，这个物质都上完了，这是对我来讲的话呢，最好的供养然后真的中间要有一些家庭小孩各种因素，1、2次要请假的话呢，尽量就是用自行补课。我们为什么单独有一个群呢？因为这个里面我们会发到群里面，专门这个我们讲课的这个录制的这个内容所以可以自己再从头听一遍这个也是我希望大家能做到这一个。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是在现在短视频或一个在线上或一般的一个演讲的现场，你听到的，当然有时候感觉就很精彩，但是它缺乏这个系统性、连续性的这个完整性的这样的一个智慧的体系。所以呢，你就听完了、看完了，就会容易忘记，这个有原因的。所以呢，我们一个书生的教法，无论是长的和短的，都是只要是你听完完整的听完了，也许这个上师或师傅讲的不是那么精彩，但是你自己坚持这个一个一个按照这个内容的这个步骤然后自己一边就是自己学习，然后看完之后呢，对你有非常大的帮助的当然主要也不能完全依赖于他讲的一定会很好，而且主要要求自己这个问法的态度要非常诚恳，要认真，非常专注。这样的话呢，无论如何对你有非常大的帮助的这是第一个另一个呢，就是我们为什么刚刚一开始念皈依发心呢？那就是天文佛法也是一个修行所以这个修行呢，就是要圆满
这个剧组这个三书生，所以呢，要一个正确如理的一个动机啊，发心正确啊，发心正确。所以呢，这个发心就是要发菩提心。所以我们刚刚一开始一起念皈依发心是这个原因。再接下来我们念的是，应该是我记得是莲师七句七经文或者莲师的心咒，因为这个是本身我们金刚乘藏传佛教的传承的最源头，就像禅宗的大母一样，藏传就是莲花生大师。所以呢，再加上呢，我们的这个学习佛法和修行的道路上，然后会遇到各种障碍，所以呢，我们从小我们的上师们也经常说是，我们如果能够牵住这些障碍，就是要齐心练习。所以这次我们如果上课，你想认真上课，中间遇到的障碍不是没有原因的，我们的佛法不够，或者真正的一些业障出现，所以我们先有齐心练习，对我们的课程能够很圆满顺利，能够进行的有帮助的啊。第三个呢，佛法学习啊，最重其实我们真正要学习的是什么呢？一个智慧。用智慧来不断的提升自己，不断的调整自己，不断的去平衡自己，这就是佛法修行的最重的这个应用的方法。所以这个智慧就来自于佛法，但是这个智慧呢，我们要提醒智慧的本尊就是文殊菩萨，所以刚刚专门念了文殊力藏法。所以这些前面念的不是一个藏族的一个习俗，不是这种意思，而且它是一个系统的一个教学的一个，不仅是一个文法，而且也就变成了一个修行。所以每一句每一个段落都是我们是按照我们的传承上师和一些的传统的佛学院的这个教学系统的做法，我们做出来的编辑出来的。所以这个都是很有价值力啊，很有这个传承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安排啊，不是我自己想象出来的啊。再加上呢，有供曼达的一个环节啊，刚刚还有清发剂啊，这些都是本身就是我们对这个天文佛法的时候的，就是必要的一个环节。再加上最后就是也有一个七星上市这样的一个七星文，所以呢，我希望每次我经常我们经常上我的课的那些同学都知道，我希望大家早一点就是一起前面的一起能够念诵，因为这个是哪怕是5分钟，其实也是一个很完整的一个功课啊。所以呢，就是一起念了，就是也是这个文法也变得更如法、更圆满，再加上你自己也顺便做到了一个功课，所以就是这个是不是？哎呀，OK，就是这个大概就他们已经念完了，我就上线就可以，不是这样的啊。所以这一点我就跟大家说一下。再加上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呢，我希望大家都能够尽量能看视频，这个看到彼此，我都在这里看得到，所有人的面孔都看得到啊。今天在现场也有几个同学，他们也你看，如果侧面看的话，大家都看得到。为什么呢？我是专门就是这样打开，因为我真正的这样打开看的时候，我发自内心的就是我就非常尽我的能力啊，用心的跟你们在沟通、讲话、聊天，这个是力量是不一样的啊。我们有这个神通和超自然的能力，但是心与心之间的沟通其实是不一样的。所以呢，你们呢不能随便 OK，我就听闻啊，其他做事情，因为我们都非常熟悉手机嘛，一关掉这个画面呢，就是没有约束的。然后就是你可能会接电话，可能玩手机，可能刷视频，全部都在做的。所以这个天文佛法的角度来讲的话，那不如法的哦。所以呢，为什么普贤上师言教的一开头有一大堆的文法方式的这个要求，讲了好像应该是20-30页都在讲文法方式这样的一个4个字的一个主题的内容。也就是说，这个讲经说法的善知识的，本身需要具足的要求，还有学生需要具足的条件，
然后这两个互动的过程当中，彼此合作的方案，是吧？就是这样，所以这个确实特别重要，所以尽量你们要看视频，这也是就是远距离的。现在21世纪我们的这个文化方式的，我们尽量能做到的就是这样吗？所以这个对你自己也会有帮助。反正我们这个画面也不会公开的，你也不要担心。我们这个旧的学生都就是这好几年都这样下来的，也就慢慢习惯了，大家都很自然的啊，这个就这样，嗯。当然，偶尔呢，你就不能看视频了，稍微要离开一下，那无法避免的。我们也不会过度的给你什么样的一个要求，但是基本上大家今天大家都很棒啊，大部分都在看视频，所以这一部分呢，就是尽量你们要做到，不然的话呢，就是这个天法不单是没有太大的意义，而且天文佛法的态度上来讲的话呢，就是我说的说白一点，就是不太如法的。因为那个时候，你看呢，这个文法方式里面，就是弟子怎么做，怎么样的姿态，什么样的心态，全部都有要求嘛，戒律里面都有的。所以你们如果要看一下普贤上师言教的开始的这个文法方式的环节，这个这个文法方式的这个可盘的这个节目阶段来说的话，就是很清楚的啊。这就是我今天说啊，明天不用说。但是有时候，一个甘波巴大师说："去如巴里讲如自说，怎么去修，怎么如理的去修，比修还更重要。"就这么的一句话啊，谢谢。也就是说，你入法的去修的比修更重要。意思就是说，你就是不知道怎么修，就是这样的，就好像你自以为着花很多时间去做，不一定有用。也就是你知道正确的方法，你可能没有花太多时间，但是也许可以能起到很好的一个作用啊。我早就录制了啊，现在谁说是要录制啊？OK OK 还可以，对，经常要提醒啊。但今天我这好像有啊，对吧？我有录制吗？对，是的啊，好像有晨晨没有发现，但是晨晨呢，我们经常这些所有录制好的后台，然后他会把这些又发到群里，就都是这几年一直都是他帮忙的所以我们这些后面从做海报到报名到现在提供这些教材到这个每次的这些全部都是有人在做的啊。所以就是很多人的这个时间和精力、用心都在里面，所以我们应该呀，这个来的人也都要好好的珍惜，所以就是大家就这样，我就不多说了啊，就是已经该说的就说好了啊。那接下来我们讲的就是佛自性30起颂啊，所以现在呀，但这个内容呢，相对于真的是浅显易懂啊，所以没有太复杂的，但是这个特别重要，尤其是最近有一些皈依新的一些我们这个慧论的这些皈依弟子我希望他们也就是能够加入这个课程，因为这个确实是可以说是一个初学者最适合初学者，但是也是无论是你学习佛法学习多久，都还是一样可以重复性的可以不断的去学习。如果这样的话呢，你每次看完了肯定会有不一样的收获的这就是书生教法的或者传统智慧的一个殊胜之处吧。所以我今天还是昨天，我跟其他师兄聊天的时候，我也说，其实那个佛子行37颂是入菩萨行论的浓缩版，或者 mini 是吧迷你版。？mini 版，我是用这样形容的 mini 版。OK，是这样的，没有错，完全整个的过程，这个顺序、内容全部都是入菩萨行论的 mini 版。OK。尤其是这个作者也非常特别的，因为以前呢，
一个书生的教法的话，他的著作的作者是有非常高的要求的。佛教里面，如果你们看过索达吉堪布讲的入心论的注释的这个开头的话呢，他根据巴珠尔木切和这个堪布公花的这个教法有讲到这个细节的。一个真正的佛法的这种修行，关于修行的一个论点的一个作者呢，他有3个要求，也就是说，第一个最好他要的是什么？要等地菩萨，有限量真无空性的等地，就是见到位的以上的一个功德。再来第二个呢，你先显本尊，就是你跟本尊是可以直接沟通。你就是修持当中修到，比如说那个文殊菩萨，你直接跟文殊菩萨可以沟通的，就是有得到这样的一个成就的。最差的是什么呢？你精通悟明，悟明佛学院的那个悟明，才有资格写论著的。这个是印度那连陀体系的，就是对于佛法论旨就是阿斯利论旨的一个论著的一个要求啊。因为他是走向街头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书生的一个教法，所以就是有自身修行方面有极高的要求的。再加上就像现在我们专业领域一样，每个都，比如说实情论是对阿毗达摩啊什么什么某一个方面是每个论主对他们对这个自己的强项也可以说是不一样的。所以呢，在菩提心的教学上呢，在印度最著名的、最公认的就是吉天菩萨，大家知道吗？有些不知道的话呢，这个专有名词啊，有些可以稍微这个讨论区里面写一下。但是你们也听话的过程当中，不要太过度的去那边讨论或看看资料，不要这样啊。但是稍微的一些专有名词，我发音啊各种原因就是没有听得很清楚的时候，可以就看看，就这样。还有一些人的名字啊，这样。一天是吧？对，寂寞的寂，它是指基金的基了啊。实际上，OK，寂天菩萨，寂天菩萨，他就是自己修菩提心，也证得正悟，也跟文殊菩萨可以沟通的。然后他就是在南林陀大学当时的就是非常著名的一个大师，他写的著作就是叫做《入菩萨行论》。从印度到西藏大乘的整个传承的这2000年、2000多年的历史当中，一个菩提心的教学方面呢，就是目前为止，它就是一个佛教界大乘界的一个畅销书。它的畅销已经有1000年的历史了，还是就是这个状态啊。我用白话来讲就是这样。再加上在藏地呢，菩提心的教学方面，就是有非常著名的，就是叫无着现 ，OK，无着菩萨的无着，现普现的现，它有3个字，这个这个名字不要搞错，但是名字先要讲。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因为有些你看，普贤王如来、普贤菩萨又分不清楚了啊，是吧？有些人就类似这样的状态，名字有些接近和相同的时候，大家以为是同一个人，其实不一定。所以无著有2个无著，一个是释亲论师的哥哥啊，这个印度的这个大师叫无著菩萨啊，无著无有的无执着的着啊，这个无著啊，是吧？无著菩萨。但是一个是藏地也有一个叫无著，但是他的无著叫无著现。不是泸州，在这个不要这个啊，这个梧州县，OK，梧州县，它就是在藏人一个噶当派或者一个不分教派的这样的一个立灭的大师，因为他主修就是菩提心嘛，菩提心不分各路派、宁玛派、三家派、甘州派，反正凡是大乘佛教就是菩提心。没有菩提心，不能成为大乘的弟子，不能成为大乘的修行。
所以他修的就是菩提心。这个人叫做无著菩萨。我们当时1995年还是那个时候，法王如意宝来扎去看，也是跟大众传法的时候，每次都是讲这个佛子行37颂啊。嘎钦仁波切就是也是我们的上师啊，下个月我也要专门去再见，嘎钦仁波切，我去年专门去嘛，我这次也要去了啊，已经买好机票了，我就迫不及待的去见这个上师。我当年2006年还是7年，在印度一个西藏村一个小小的一个乡镇里面，就是一个乡下的一个地方，我见到嘎钦仁波切，也是第一次来。我不太确定是为什么我去见嘎钦仁波切，这是不太说不清楚的。因为虽然我听过，但是也不太熟悉，也没有太多的这个具体的理由了。但是我想去见他。那个时候嘎钦仁波切没有现在那么有名，尤其是那个乡镇里面有一些南青那边的青海的一些他们的一些同乡或者一个职工改居的一些少数的一些弟子在那边，所以仁波切来到那个地方。那个时候我在宗师佛学院，距离很近，但是宗师佛学院里面除了我，没有任何几乎人去见他，但是我就去了。去的时候，仁波切给我传这个佛子行37颂，还给我这个小册子。我们现在是电子版，就是那个版本。那个版本应该后来更新过吧，但是我不记得，反正就是有再送一个小小的啊。仁波切说是当年他还没离开藏地之前，他去北京见到共产党的一些官员的时候，他说我也送这个给他。仁波切说你可以不信佛，但是你要做人们的好领导的话，你要看这个，因为要爱嘛，有自卑心嘛啊。仁波切就这样劝他们说，遇到水就是给他送他一个。反正实际上呢，就是嘎钦仁波切一生当中，现在是最重要的几个小小的一个册子，经常去结缘的。其中一个就是佛子行37颂，另外一个就是恒河大寿印啊，还有几个啊。所以呢，就是这个特别重要。嗯，所以，如果我们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学习《入菩萨行论》的话呢，就是需要我们一起学习迷你版的这个浓缩的啊，就是这个入菩萨那个佛子行37颂。所以，我们现在从名字做一个比较，OK？你们要专注啊，呃，比如说入菩萨行论，入就是进入的啊。进入什么地方呢？就是菩萨的行持，行持就是修行。OK，菩萨当然就是菩萨嘛，啊，菩提萨埵啊，就是那佛字行就是也是一样的名字，行就是行持，佛字就是菩萨的意思。OK，佛字是菩萨的意思。我现在每一个字就这样解释啊。佛字为什么叫佛字呢？释迦牟尼佛有3种自己的，等一下，不要真的插嘴啊。3种现在不是聊天啊，这个释迦牟尼佛有3种这个学生或者他的孩子，3个孩子，一个是跟他的身体有关系的，一个是他的教法有关系的，一个是他的真正的心有关系的啊。也就是说呢，跟他有肉体的这个一些血缘关系的是罗诃罗圣子，OK，他的圣子。玉子是什么呢？听了一部分的佛法教法，佛陀的一些讲法，不是究竟法，只是佛法的一个基础的教法，然后证得自己的一些相对的一个涅槃的，就是四门和独觉的这个阿罗汉，所以叫玉子，可以说是玉子。那菩萨是什么呢？义的字，OK，是就像这个迦叶尊者当时得到的这个
这个释迦牟尼佛的这个莲花微笑的这个不共传承一样的，他就是释迦牟尼佛最究竟、最孽障的、最究竟的这个传家宝，就是菩提心。这个菩提心是其他没有例子可以接受，而且就是唯一就是菩萨可以传承这个法。所以他是最至高的佛的弟子，佛子，所以叫称他为佛子。虽然其他也有跟佛陀有一定的关系，但是不叫佛子，OK，没有。所以这个头衔是唯一是菩萨才有这个佛子的头衔，然后有这样的啊。所以呢，这个特别重要。所以这个佛子就是菩萨的意思。为什么叫佛子呢？就是佛有三种佛子，但是呢，实际上最究竟的佛子就是释迦牟尼佛所有传法的84000个法的最究竟是什么呢？菩提心，菩提心。这个菩提心有了菩提心，才能够获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我们说的这个《金刚经》里面一直在重复的，就是圆满究竟的涅槃。所以就是它就是佛子，OK，佛子。嗯，那佛子的修行当然是菩提心，但是菩提心又可以分为几个。今天我大概讲，不讲太多。第一个是什么呢？世俗菩提心。第二个就是深意菩提心。世俗菩提心，世俗的菩提心呢，就是我们普通人、初学者都能够想象的一个自己可以想象的方式，我们可以能够理解的一个方式的这种法的菩提心，就是叫世俗菩提心。舍利菩提心是什么呢？就是最究竟的这种空性的这个证悟，叫做世俗菩提、圣意菩提心。所以，所以这两个加起来的时候，其实所有的佛子的修行，就是整个菩萨的道都是，就是包含在菩提心当中，就是这两个的主题里面了。然后，世俗菩提心还有两个，叫做愿菩提心和行菩提心。啊，这个细节应该基本上在后面会出现的啊，在后面会出现的。所以呢，这个愿菩提心是什么呢？就是一开始向往啊，就是一开始觉得哦，希望我能拥有这个东西，就是那种发心的开始，就是他就是这个状态叫做愿菩提心。也就是说，希望一切众生能够离苦得乐，能够证得佛陀的果位，这就是世俗那个叫愿菩提心。行菩提心呢，我要得到，所以我要有行动嘛，要实际的行动，有一个做法，有一个作为，那个作为就是与行菩提心，行为的行，行动的行。啊，所以这个过程就是一个菩萨行，所有的菩萨的修行就是这样。所以呢，佛则行啊，37颂是什么呢？就是只有37个偈子啊，里面就讲完了整个内容。所以我也这几天还说啥跟，就是我还今天下午都跟麦麦也说了，我说再发一下，因为有些人现在不看群呐、又看不到啊。又过几天一定会说是，哎呀，我很想上，但是我没有看到。我听到大家这样说，那我也不认为他们是说谎的，所以我希望呢多发一下，也许就是他们能看得到。所以就是这个我也没有什么自己的私心的，就是这个希望能够这个讲经说法，我们能够帮助到也多一点的人，也是好事嘛。至少是我们就是有时候我们的很多的大家对佛法有兴趣，但是很多的问题是什么呢？有些是最简单的问题都没有弄很清楚，原因是什么呢？就是缺乏了系统性的这个佛法的文思啊。但是我们都绝对不要成为都是这种
佛法学术上面非常厉害的无不大论的这种的一个文字的这个修行者、学习者，但是呢，最起码我们需要有一些基本的这个佛法的正确的认知嘛，这是应该可以接受、可以认同的。所以佛子行37种就是最基础的、最基本的，又是不可缺少的一个。而且人家当时这个在一个我去好像就是为长沙山那边的一个山阿伦若就是一个山洞里面修行，一个山上修行的那个五卓县，他最后呢，因为他人家没有任何分别言了，慢慢的就是有慈悲心。只有这个爱和慈悲心的力量，然后他的旁边的羊群和狼群天天在一起玩，彼此不伤害。他的传记里面有这样记载，因为他就是菩提心修的非常好，所以呢，就是他的，就现在我们说法，他的磁场已经有办法改变了外在的其他动物的相续啊。他有自己居住这样的一个书生的功德，他的专家不是学术的专家，他的一个专家已经完全发自内心的自己先起到彻底改变的作用，然后这个法才就是写下来的智慧的心地，所以就是非常具有价值力的。所以是我这是一个这当中的一个媒体一样的一个连接的作用啊。你们真正的就是遇到这个法，然后自己看的话，那也会有非常好的这个作用嘛啊。好，我们现在看那个内容啊，嗯，OK，呃，佛子行37颂为什么这个有点不一样？我我想要嘎新仁波切的那个版本啊，但是我知道你们发的又是像又是不像。哦，对，这个慢慢发的和荣刚发的不一样哦。慢慢发的是这个后面是嘎新仁波切他们自己的，就这个黄色的啊，页面的都在群里有，但是你没看到吗？看到了。我看到，OK，嗯好，那自己看啊嗯，OK，好，我就按照这个讲啊，现嗯在已经讲完了佛子行37颂啊，这个什么意思啊？就讲完了。呃，OK，我再讲，就给他们看一下，你看这个，这个啊大家有看到吗？这个也是嘎西尔木器的一种禅定当中一种显现的一个观音。这个我去年去的时候，甘先生确实有跟我分享过关于这个部分，所以他后来说是他这个按照他自己禅定当中看到的这个千手观音，但是呢，他就是不是我们传统的千手观音，就是用这种方式就看到的，所以呢，他就把它画成这样，他应该不是自己画的，但是按照仁波切的口述，然后就是可能另外一个弟子画成这样的，所以非常有意思的。仁波切也跟我分享过很多这种他一些不可思议的一些功德，而且他也说他见到过很多次呢，就是真正的见见了那个白度母，所以格西仁波切也是白度母的成就者啊。记得这个前面为什么有观音菩萨呢？大家知道是一个叫三护主啊，护主啊，这个三护主是金刚手菩萨、文殊菩萨和观音菩萨，也就是慈悲、智慧、力量的象征啊。所以呢，所有诸佛的慈悲的象征就是观音了啊。所以关于观音的故事，每次我听到的时候是非常感动。我这次去日本也去了几个观音庙啊，听到这些相关的他们的一些1000年的一个流传的故事，我非常感动啊。而且就像新加坡的这个观音庙，大家一般认为是哦，它是一个民间的一个很灵啊，就是这么个简单啊。而我某一个人说我很幸福，因为我的孩子是。因为我们求观音，然后得到的啊，等等等，很多民间，我们藏地还有印度，所有很多偏僻的地方，基本上有些人根本不认识佛法的人，他们都认识观音的啊。
所以我也有非常多的关于观音的非常这种感人的那种故事的啊。所以这个为什么呢？因为观音菩萨就是慈悲的象征。它具有这个殊胜的一个慈悲和菩提心，所以它就是一个大乘佛教的，也就是如果用这个大乘的这个慈悲心和菩提心，用一个本尊的显现去要描述的话，它就是观音。所以这个为什么他观世音菩萨，还有观自在菩萨，但是为什么有千手千眼呢？他的也许啊，这是我的解读啊，我的暂时的解读啊，没有什么这个经纶的根据啊。但是如果我现在暂时的一个解读来讲的话呢，他有千个眼睛是圆菩提心，啊，1000个手是行菩提心，对吧？啊，可以这么说了。所以呢，这是一个菩提心啊，呃呃所以呢，呃，一样是这样。所以呢，而且因为这样，佛子行37颂的最开头的立赞论，好好好，哎，他没说那个里面水多的很，你把水倒了吗？啊，里面拿出水。我也关不掉。OK，笑笑啊，你关掉啊，你的麦克风啊。OK，所以啊，他的立赞论就是也是他定力的对象是谁？就是观音菩萨。所以呢，大家要认真看这个传统的很多的教学，从明则到立正到最后的后继的整个的过程都有非常严格的一些逻辑和当时的各种的一些内容情况是关联在一起的，不是随便爱怎么样怎么样，不是这样的啊。所以呢，我们接下来要看那个内容啊，看看内容的第一个，他说南无罗给修日亚，这是这个简单的一个音译，也就是说典礼观世音菩萨。而且很特别的是什么呢？他这个立赞文有一个是长的和短的，也就是两个都是同一个就是这个定理的对象。那为什么要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定理出现在前面呢？就像我们刚刚讲经说法的前面也不是要念立正文嘛，也是这样的一个概念。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呢？以前他们这些著作写作，就是对他们来讲的话呢，一个要非常大的事情。所以呢，如果要没有任何的障碍的情况下能够完成的话呢，需要有很大的福报，福报。这个福报来自于累积福报，累积福报呢，来自于你这个立正诸佛菩萨，你在前面有这样写这样的一个寄送的话呢，能成为了直接你这个著作完成的一个缘起。所以呢，每一个著作的90%的开头就是有这个立正文。所以还有一些很多的这个注解的解释里面也说那么单比没三把那么讲，你有福报，你就是能心想事成。而这个福报就是来自于这次的话呢，就是直接定力诸佛菩萨，定力这个本尊，定力相应的这个本尊，特别的一个这个本尊。所以呢，这个是有原因的。所以呢，以前呢，他们有非常那种虔诚的心，然后有非常这种智慧的态度写啊，不是说我是研究，我是教授，我怎么样，我怎么样，就是这个好像自己可以控制整个宇宙一样的。现在的我们这个学者的态度就不一样了。以前的学者这些佛法的这些大师，他们写的主要是为了一切众生。为了透过这个著作也能够带入这个解脱和涅槃，所以他们就是著作就是他们的修行。是这样的啊。好，
我们再看这个，因为我们按照传统来讲的话啊，如果我们这是一个演讲啊，有时候时间不太够的时候呢，我们讲大概的重点就可以。但是今天我希望能够一个一个做解释啊，所以我们看看什么这里的这个，虽然照见诸法无来去，一心一意倾心利众生，殊胜上师护诸观世音，身口意恒恭敬做定力。所以，比如说你崇拜一个人，你一定要有一个正确的理由，是吧？不能盲目了。盲目的信一个人本来就是非常危险的，是吧？我们这个做朋友也好，合作伙伴也好，什么的话，你盲目的不太了解的话呢，就是我们的诈骗就是这样，受骗嘛，非常容易受骗。所以真的是这个特别重要。所以这个有时候我们这佛法立正问呢，这个过程看了之后，这个当中我们按这个去再看这个时间法的话，我们能学到很多的东西的。所以呢，佛教呢从来不会说是你就是盲目的可以相信某一个人，而且你定力的一个定力的对象，成为你的定力的对象，你要跟他做定力的时候呢，有非常严格的一个逻辑。为什么我向他定力？就这样。所以这个立正文内容就是这样的，就像龙树菩萨的这个中观根本颂啊，还有这个我们曾经学过的，就像月称菩萨的入中论呐、全部都是一样的，是这样，全部都是一样的。所以呢，这些都是有严格的逻辑在里面啊。所以这里也是为什么我要拜观音呢？因为观音很灵，也不是这样啊。这里的观音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呢？它就是这个世俗谛和圣义谛的世俗菩提心和圣义菩提心的功德最圆满的状态。它就是观音，而且它的善知识上师也就是一样，不是个人崇拜。今天中午我们在这个茶会聊天的时候，就是我们聊到这一点嘛。有一个人他后来信基督，他说我们信的是圣，佛教信的是人，所以我就是改了。我说这个就是因为他们确定，我们不说是他的因缘的其他的原因和其他的宗教究不究竟，我们可以不谈，至少这个老太太可能是或者这个女生呢，就是完全没有了解到真正的佛法和真正自己皈依的对境的真正的功德是什么，什么样的一个事情，那他们就是说明是他们看不懂，没有看懂。所以呢，真正的我们的供养或者那个皈依的对象或者定力的对象呢，不是一个普通人的一个概念啊，不是一个虚柔的一个乌云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分别的一个状态。所以《金刚经》里面也这个部分讲得特别清楚嘛。那现在这里直接说了啊，你看他说的是什么呢？虽然照见诸法无来去，这个无来去这个概念就是空性的意思，无来无去啊。无来无去是什么呢？当下的一切，那个当下的念头，一切的事情，它没有来，也没有去，有来有去嘛，没有这个分别，超越一切的分别的时候，就像我们说的那种，三轮体空啊，就是无来无去，容灭吧。所以曾经呢，有一个叫昌提菩萨，他去见一个叫法身菩萨，这个公案一直出现在大般若经里面啊，经常出现。所以他也当时呢，就是在路上看见了很多的佛啊，这种禅定当中，他最后见到他的善知的时候说，我路上看到很多佛，这个佛是什么样的一个意思？他说，那接着呢，给他传了一个叫诸佛无来无去品，这是一个大般若的最后的一个屏障的名字，这个名字叫做无来无去啊，所以就本来就是无来无去的状态了啊。
所以这个无来无去这个两个字其实是非常特别的。所以就像中观四百论里面，透过我们的思维去观察的时候，我们以为的来没有去没有来，有去有来，但是去相对于依赖于去的存在，依赖于来的存在也依赖于去，最后两个都是也没办法成立了啊，正式成立了。就是这个状态就是这个中观的一个思维啊。就我们今天不讲这个细节了啊，我们都说是大家都是刚刚学佛的一些啊，然后我们就讲这些的话可能会更复杂了啊。所以反正呢，《金刚经》里面说的过去的心不可得，现在的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这个不可得并不是说是因为它灭了，因为它无常了，所以现在找不到，不是这样的。比如说你有一块钱啊，就是这个钱烧掉了，现在拿不回来，或弄丢了找不到，不是这种，不叫《金刚经》里面说的不可得，不是这样的。因为它的不可得，它没有任何自性存在，没有任何它的本质的这个存在，所以就不可得啊，并不是因为有的变成无了，那这个这不叫不可得了啊。从无常的角度，从普通的解释可以，但是《金刚经》的本意就是说，本来具足，本来无我的那个状态，本来一无有，无一无，这就是本来无一无，才叫做不可得。啊，所以呢，他说你就是这个状态，说，哎，观音菩萨，你就是在这个状态。我就是这一句，其实他呢，就是有点像，一边呢就是力赞观音，一边呢告诉我们究竟的观音是什么，再一边呢告诉我们整个这个体系的最究竟的这个法，它的本身的这个著作的整体的这个内容又是什么？就是三个都从这个力赞文里面完全能够读到这三个层面的意思啊，这也是我们传统的上师们的解释的方式，就是这样的。所以一个比较这些书生的著作，你看到他的名字，你看到这个力赞文，你完全能够大概的知道他的真正的整个的内容。所以这个内容有两个层面的，那就是这个就是你看这个说虽然呢是这样无来无去。不影响你努力的利益众生，那个就是实属菩提心和圣意菩提心的完美的结合。如果我们一个普通人说啊无来无去，那就什么都没有了，我不需要有任何作为，那个是走偏了。然后呢，我们又以为是我要努力在做，我要度化众生，好像这样的话，然后又是这个变成一个执着的时候呢，又是走偏了。所以这两个的偏好是极为有难度的，当然对吧？又是比谁还就像我们的噶钦仁波切，现在是86岁还是9岁啊？7岁啊？那现在都是日夜，只是他是真的在一个利益众生啊，实实在在的在他的行动当中，这个也就天天在讲经说法，天天在利益众生。可是内心是比谁自在，比谁少烦恼啊！所以这两个如果能够平衡的话呢，也许就是虽然你在无来无去的这个究竟的这个空性的状态，但是又在不停的这个日日夜夜度化众生、利益众生。这两个能够成为完全不矛盾的话，那就是相空不二嘛啊！是啊，这就是相共不二。所以我们有时候这个理论体系上没有真正的一个认识的建立的时候，我们非常容易这个名字都听过了。所以我们以前也这个还佛学也没有学过的时候，一开始有听得懂，后来一个人就是跟你做那个辩经，然后一问的时候你说不清楚，好像我知道，但是我也不知道怎么说，就这样。所以我们还好，就是后来我们透过一些训练啊，受过训练嘛，这方面就是这后来呢，也就是相对呢，就是确实是我们可以说是受过专业训练的，所以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啊。
所以就是这样。所以他说一心一意的，一心一意的意思就是一刹那的，就是说这个尊者把这种一刹那都没有任何的停止的啊，就或者这个做别的事情和休息和散乱和这个懈怠的，就是一心一意的进行利益众生。这样的殊胜上师护主，因为他也是这个大乘，尤其是金刚乘的上师嘛，无着贤，所以他把自己的根本上师，或者是这个上师和这个观世音菩萨无日无别的状态的去这个并立的。这个概念特别重要。有一些对藏传佛在熟悉的时候，他们觉得哦，你皈依上师啊，就是那个上师那个人。就是一定要就是看着他的脸就是他，其实也不是这样，而且你要有一个正确的认知和思想的一个背景的前提下，你能这样做的话，那非常好。你缺乏任何的认知，只是说我今天遇到他，我跟他皈依了，那我就是去，就像好像那种结拜兄弟或者以前传统那种概念，我就是还是要不能放弃他。那种是学术意义上可能是对老师的一个忠诚，但是呢，这种态度是永远达不到这个金刚乘的这个皈依上师的这个高度和要求的。它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上师属于佛呢，他有这个真正的一个他的一个非常合理的一个理由啊。所以为什么我们也说是这个上师就是这个莲花生大师？那个时候呢，你就是关于上师具足了这个三宝的功德，而并不是说是除了三宝之外有某一个上师的存在。那这里也是，比如说这里的上师不一定是观点的上师啊，也有可能是菩提心的这个上师，因为菩提心的上师也是很重要哦。你们不要以为是我这个唯一有观点过是我的上师，其实不是这样。曾经阿底峡尊者，你们听过吗？阿底峡尊者，大家听过吗？听过的举手，没有听过的举手。阿底峡尊者，对，你看基本上没听过的，非常好啊。有一个人说是没听过吗 ？Honor 说在哪里啊？哦，那你没有开视频呢？所以要开视频呢，所以呢，这个阿底峡尊者呢是来在色城 ，OK，阿底峡尊者呢是来过西藏，他是孟加拉国的人，OK，然后呢，阿底峡尊者呢就是反正这个故事很长，我们今天不讲了啊。但是阿底峡尊者经常提醒他的上司的时候，他们都是好像是这样，是吧？普贤上师研究里面讲，是不是合掌在这个胸前？然后呢，他有一个叫金州大师，他的另一个上师叫黄金的金州这个州就是应该是三点水的那个，再加上就是那个阿巴州的州，金州大师啊。那他是那个印尼那个地方的一个，当时是佛教国家嘛，所以金州大师他要祈请金州大师的时候，他的合掌直接放在头顶上，应该是这样。然后说哦，祈请金州大师，我们经常说的拉玛契诺那种，哦，金州大师祈诺就这样。那弟子问好奇说，为什么啊？你这个祈请其他上师的时候是这样的，那这个金州大师的时候是这样，为什么他们有什么差别吗？就是我们的经常的话，就是是不是金州大师比较厉害，是吧？我们喜欢用厉害的这种词来比较上师嘛啊，所以是不是金州大师比较厉害啊？他说不是，他说是我的每一个上师都有不同的成就，都是很厉害，就是这样。但是呢，我的相续当中的这个菩提心，就是来自于金州大师。他说，所以我的菩提心的传承呢，就来自于金州大师。其实从印度直接去印尼那个时候是不容易啊，所以专门坐船组团
带很多的人一起，因为阿底峽尊者在印度是就是像法王一样那种非常这个高僧当中的高僧，所以呢，他这样的去，但虽然他是高僧的身份去，但是他还是出发去的。人家称为高僧，他还是为了菩提心的教学去印尼，然后见净土大师，然后得到教法回来。所以他说是因为我的这个菩提心，我心相续当中的这一刻菩提心，好像他藏文的翻译的话，一根，他用一根来形容，就是一根，就是这一点点，意思就很谦虚的说，其实我的菩提心还不够那么好，但是哪怕是一点点，也是来自于净土大师的恩德，所以我从这个角度来特别的那种，你看，所以呢，他那个时候吴卓宪在这里也说，文殊菩萨和上师无如变，这个特别重要啊，无如变。如果你觉得啊，那上师是普通的啊，好朋友啊，是老师啊，然后呢，哦，观音是很厉害，那有时候对成就的施修的角度来讲的话呢，也是不是非常好。所以有时候你觉得哦，但上师就是什么人嘛，反正就他也有，就是也有，尤其是相处越久的时候，你会看到很多他觉得啊，他也有很多毛病啊，对吧？如果这样的话呢，就是你用这个来讲的话，这实修就会成为障碍。所以我们为什么要修精进观是这样？所以就你可能用你的价值观、你的爱好去比较的话，那就这样。但是呢，如果你这个只是，所以他这里呢，特别说是上师和那个叫什么，观世音菩萨无如变去。但是呢，这个观世音菩萨的究竟的功德来，就是这个定论，这是很重要。不然的话呢，你不懂观世什么，就是上师是观世音菩萨，就这样的话，这是有点盲目了，对不对？是这样的，有点。所以呢，但是呢，这里最后面说身口意啊，这个特别重要。身是什么呢？身体要很恭敬的。学的也是，我们要比如说做大礼拜，巴祖仁波切也说了，做大礼拜要非常准确的啊。我今天这些讲多一点啊，你们不要觉得讲太啰嗦了啊。曾经我现在讲一个故事，巴祖仁波切，我们最敬爱的巴祖仁波切，你们没有听过的话呢，就是要记下来啊。巴祖仁波切，巴祖仁波切呢，他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大师啊，这个不知道也怎么形容，其实这样的。巴祖仁波切的这个教法，他的事迹，那就是现在所有藏人当中也基本上都知道巴祖仁波切的故事的，每个人的口中都有不同的巴祖仁波切的故事啊。所以巴祖仁波切曾经呢，就在扎曲卡一个地方待在，就是他自己一个地方，一个像最寒冷、最这个偏僻的一个地方。但是所有的高僧大德都要亲自要来去见他。那有一个时候，就是有个大圆满禅城的一个大师，叫做安宗珠巴仁波切，很著名的啊，专门去见他。但是安宗珠巴是社会上是比巴祖仁波切还更有名的那种就是很多的一些眷属，很多的人供养他，就是有这种有大寺院的那种人物。所以呢，他们经常繁忙嘛，就这样连修那样的一个。巴祖仁波切只是一个，就是一个人，就是那个，就是，呃，有时候是他是这个，就是今天在这边，明天可能在另一个地方，没有人知道去哪里，没有人在干嘛，就这种状态。所以巴祖仁波切是有一次看到他自己在做大礼拜，结果呢，他的旁边的那个大师啊。在看着巴祖仁波切在做大礼拜，巴祖仁波切说：“你在干嘛？”啊，他说是我在看阿沃仁波切，因为那个时候大家叫他阿沃仁波切 ，OK，阿沃仁波切，阿沃就是一种尊称，也是一种亲切的一个称呼了。仁波切也是一个尊称嘛。阿沃仁波切，我在看你做大礼拜的那个姿态。我相信着你每一个动作的细节一定有特别的一些原因和做法。那个时候阿沃仁波切、哈哲仁波切特别开心，他说：“哦，现在的那些大喇嘛们很少关注这种细节和
基础的东西，他们觉得都是一种大法大人怎么样？所以你这么注意这些礼佛的这些细节，一个大师还要特别的上师礼佛的这个细节的姿态怎么放下，那他觉得不容易。他说：“这是你做的非常好。”巴珠仁波齐就是最满意的一次，知道吗？对他的弟子。所以有时候我们真正的一个修行和这个传统学的话呢，确实是姿态的要求特别重要。所以我也经常这边有一些现在一些大家来这个佛堂的时候也，当然他就说哦，合掌的话不要这样，一定要这样等等。我们这个细节上，我们尽量去讲，因为这个是从传承的角度来讲的话，那非常重要。梅拉里巴的故事你们也听过吗？啊，有一次梅拉里巴去见马尔巴大师的一个弟子叫我去个多杰，啊，然后呢，他看到很远的地方梅拉里巴出现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反正就是他们也没有望远镜嘛，这个很远的地方他们看不出是谁，但是从看到上师传法的处所就开始做大礼拜。他觉得哦，你看他对修法的这个态度和做立白的方式，我看得出来他是马尔巴大师的传承，也就是他的上师教的一个弟子。他觉得，所以一就是看就认出来他是我的师，那个也是他自己的上师嘛，所以马尔巴大师的师，这个马拉里巴，所以后来他确实是马拉里巴。他们去迎接他，然后就看到哦，原来你是图巴嘎，就是法怎么西文西什么文西啊，这个马拉里巴的那个小时候的名字叫文，天文的文，欢喜的喜，哦是这样，所以呢这个圣是这样，玉是什么呢？要念立正文，要专注的要念诵立正文，或者这个你口头念出来的话，感觉不一样，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的专注更集中、更深正。这个对我们一般的来讲的话呢，它有时候特别有效果的。所以深意，因为有些事情我们没有表达出来的话呢，在想什么也不知道，它不会成为一个真正具体的一个力量。所以如果有些我们想法就是真的要表达出来的。如果有好的事情也好，不好的事情也好，你表达出来的时候，它能够产生这个效果，对吧？你就是心里不高兴，你骂了，他会就是能激怒到对方，对吧？高兴了，你就是说的，真的说出来的话呢，那就是会促成很好的姻缘嘛。所以呢，我们有时候要互上师、七情无问啊，那些都是还要畅诉的方式，要朗上口的那个就是要先背下来，然后要经常念。有原因的，所以呢，这里说的身口意当然更重要。如果心不在意的时候，那你的念诵的功德非常有限。所以礼佛的时候也是你的身体的姿态的要求，再加上你念诵的寄诵的要求，或者这个你就是这个赞颂功德的这个能力。然后再加上就是你内心就是这个状态，你这个认同这个功德了，你嘴巴说了，心里不认同，你没有信心的话，那就没有用了。所以呢，身语意或者身口意一直一起所以呢，而且偶尔呢你做，偶尔就没有了。起起伏伏，有时候你觉得有信心，有时候没有信心，那个是不是很好的？他这个修行的一个状态嘛。所以他说哼就是哼唱就是一样的，经常就是非常刚刚好的一个状态。尤其是我们一个初学者来讲的话呢，不太可能每天都非常努力的状态，但是呢，你基础的这个基本的态度和稳定的状态能够做下去的话，这是很重要。所以我经常我自己就是有人问说什么是不是要修那个这个，其实是不要修太多。因为反而呢，慢慢有一天你就没有时间，全部都放弃了，然后就是会变成一个负担，变成一个担忧，然后甚至你害怕哦，没有做好哦，怎么样。所以一开始的时候，你就是一个刚刚好的一个你可以能力范围的一个功课的安排，
那样比较容易持续。持续稳定恒长是很重要。OK， 所以就这个离藏文里面都讲到很多对我们有用的这个内容啊，还有恭敬啊，做定力。OK， 就这样。然后接下来呢，他就是承诺。这个特别重要。我刚刚说的啊，其实这个密句，甚至这个著作的整个顺序的安排，都是对我们来讲的一种学习的榜样，或者一种我们值得学习的一个他们的这个做法，以身作则的一个做法了。为什么几乎呢90%的这些传统的著作的第二个阶段就是承诺啊，诺言，做不当家吧？意思就是说，我要写这样的一个著作，就是这个意思。你发出这个誓言或者你就是一个说出来之后，你就已经承诺了。承诺的不应该放弃，不应该中断。所以他们的话呢，就是尤其是君子或者这个修行人呢，不容易答应，不容易承诺，不会轻易的去答应或承诺。一承诺，他们会承诺的这个诺言比自己的生命还有时候更重视啊。这个密封仁波切的著作里面还特别说，就是一个这个普通人呢，可能是命重要，但是这些修行人呢，承诺是更重要的。对他们来讲的话呢，更重。所以呢，不知道我们现在这种人呢有没有用？但是就像那个传统的他们的来讲的价值观来讲的话，就是这个承诺是非常有用的一个东西。所以他们一开始就是用这个承诺，然后这个承诺成为了他们整个完成的一个动力啊。所以呢，接下来的内容是承诺。那他的承诺呢，不会没有理由的哦。他们有一个客观这种非常理性的一个，他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了，这个也很重要。我们修行也好，学习也好，包括今天晚上来就是2个小时不容易嘛啊。在这个台湾呐，那些中国大陆啊那边的话呢，应该是刚刚是你们还在吃饭的那种，赶快就是晚上来不及这个来，就是有点匆匆忙忙吃饭。那我们这边呢，有些要睡觉，明天不一定有上课，但是那个上班，但是大部分是不容易的。但是还是你们就是愿意2个小时的时间来就是听课，一定要有自己的要有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动机和认知的话呢，这样做的不会让自己后悔，也不会容易中断。本来做出来的很有意义，而且自己也觉得哇，这个很好，就这样。我们至少我们人是高级动物，我们这样说的啊。但是我们是有分辨能力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人嘛。所以那他这里也说了，他为什么要写这个佛子行37颂呢？他说：离乐之圆满诸佛陀，是从修持正法而出生，必有凭借什么？对，了知其所行，是故解说诸般佛子行。哇，是这样。他说哦，这个所有这个世间的利乐、利益和安乐，这个利乐就是利乐 ，OK， 之源就是来源，都是佛陀啊，圆满的对，圆满诸佛陀，这个翻译有点这样，但是意思就是说，这个真的圆满佛国的这些佛陀。OK，这个圆满就是说圆满等觉的这个佛陀。他们是怎么来的呢？因为入信论里面也讲过了，曾经你跟佛陀是一样同等的一个人，这都是凡夫人。但是因为佛陀现在已经成佛了，我们现在还在原地踏步。为什么不一样呢？因为佛陀有去修行，有文思修，有菩提心，我们没有了，我们就是可能落后了。所以呢，他这里说，
如果我们要证得佛陀的果位的话呢，是从修持正法而出生，他们是修正法而成佛的。所有的佛，无论是过去、现在、未来的所有诸佛都是这样的。但是呢，如果要这个修行呢，也不是那种无缘无故的，就是能够修的啊，而且他要有一个他的因缘。什么因缘呢？他说是要了知他的塑性，就是操作。OK，这是一个操作嘛？这个行为就是我们怎么去知道这个操作啊？你有车子，但是你不会开，那你没有用，就这样的。你就是要有会开，那能起到它的作用，你能到达这个目的地嘛？你可以开始去上班嘛。所以呢，就是他们是来自于其实这个修行，但是这个修行又是怎么，正法又是怎么呢？他说这个先要修行的话呢，先要知道他的操作和做法怎么去修，这个叫塑形啊，塑形这个怎么去行，怎么去做。所以呢，又是完全是要了解他的这个修法的方式啊之类的事情。所以呢，这个是故解说诸般佛子性，所以我要解说，我来跟您说，就是这个说不是嘴巴说而已了，就是也这里面的意思就是说我用文字跟你讲，用文字的方式，就是写作的方式跟你讲，讲什么呢？诸般，这个中文就是诸般嘛，反正就是佛字性啊，就是这个呃呃诸般佛字性。OK，好，那这个佛字性现在那个37是从现在开始才是这个37啊，所以前面的只是一个前行，所以这是一个主要是37是从现在开始啊。所以呢，这里说呢此是行的下门人生传，唯独这个字体有点奇怪，有时候我也不太会念。唯独自他脱离轮回海，白昼黑夜悉皆不三面，是吧？不三义，闻是禅修，乃是佛子心。OK，一开始就是这样说的啊。他说，从人生难得做开始了，大家记得吗？如菩萨行论的第一品的，也就是第一个正文的这个开始呢，就是从人生难得做开始讲。呃，是不是？是这样的啊。嗯，对，只是我就是想给你们看一下，就是比如说啊，嗯，你看，我们看看这个在这里入信论，我们曾经讲过的啊，
暇满人生极难得，积德能伴人生利。倘若是吧？精神力为伴，然后病还是怎么办？后世增的次圆满所以这个就是儒心论的一开始就是这样讲的了。所以我刚刚为什么说迷你版，就是这样的一个整个的过程。我相信他就是他的菩提心的吴卓宪的菩提心的教法，就是不离开寂天菩萨的儒心论。所以他的著作的时候的主要的内容的和意思呢，就是根据儒心论就是作为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依据是这样的所以我们现在呢就看看这个接下来的刚刚我们本来在看的这个内容现在又看不到了我刚刚看到别的，所以暇满人生是如同一个船只是吧？船只一样。所以这个船只一样的话呢，奇怪，我一直刚刚那个没有找到弄丢了。OK。原来是这样的状态。OK。所以这个船只一样的所以呢，此是心是什么呢？这个心的也，如果我们要去解释的话呢，为什么叫心的？因为是非常有心，就像一个巧合一样，非常不容易的，所以就是难得的。所以有心，我得到了这个人生。所以这个细节呢，因为你要得到一个暇满难得的人生呢，也要有这个过去的各种各样的累积的福报，才能获得今生的人生。最主要在什么呢？人生是能够成为一个船只一样，透过我们的暇满的人生，我们能够可以到达彼岸到达彼岸，此岸就是轮回，彼岸就是涅槃。OK。所以呢，我们有了这个人生的这个船只，能够到达彼岸。所以呢，这里特别说，此时在这一世在这一世非常幸运的，我得到了暇满人生但是这个暇满这两个字，如果我们要讲的话呢，可能1个小时都讲不完的因为18个暇满，18个有这个18个项目的。所以我先讲暇是什么意思呢？暇有点有机会的意思 ，OK， 机会的意思。为什么说机会呢？比如说，你如果这生成为了动物，你没有修行的这个机会了。所以就是这个暇就是闲暇，闲暇就是没有这个空间，没有这个机会，没有这个条件，所以叫做暇，就是具有这个条件，所以就是暇。而这暇呢，就是就无暇嘛，无暇是暇的闲暇的相反，无暇就是说是8个无暇，比如说地狱一个，畜生一个，恶鬼一个。就这样，那就是你现在又不是地狱人，也众生，你又不是恶鬼众生，又不是畜生，那就你现在是已经排除了这个无暇，排除无暇就自然就是暇，闲暇，所以就是有这么这个，所以现在呢，反正你们都很厉害嘛，因为第一个呢，你们都可以这个查字典，以前的话这 Google，那现在呢就是直接问 AI。
他回答的肯定是比我的回答好很多倍啊。我前几天跟藏人节 AI 方面和这个电脑方面最厉害的一个歌席就是他藏人节最有名了，现在贡献也最大。我跟他做一个访谈嘛，明天会播出的。然后我跟他说，他说是，比如说电脑里面一个人什么下载的呢？就是1秒钟的一个分了100个什么的一个里面能够这个解读的，比如说扫描式，比如说我看到你这个人，我就现在这个1秒钟里面我就知道哦那个人，但是实际上我们的内心读的是应该是已经是这个嗯。几千万，这是什么的一个记忆的那样的一个讯息已经读了，但是呢，我们真正的能够抓住的或记忆的是非常有限。但是 AI 呢，现在一上传到它这个秒里面的，已经真正的它能够实际的一个就已经 copy 下来，它所以有时候这个 AI 的这个信息的力量，哦，他讲的时候我都已经一头雾水了啊。所以这么厉害的，但是它也有缺失的啊，它也有缺失的。但是有些资料的部分，确实有一些项目的部分，有一些部分确实是你们可以用这种方式，我们可以一起学习的。所以有时候是我们现在大人的学习和小朋友的学习方式本来不一样，所以我们绝对不要太多的一些东西自己可以解决的，也要查资料和这种能力是一定要培养出来。这样的话呢，你不需要每个所有都是依赖于老师听口说的啊。所以呢，我也问了我们藏人的那个最厉害的那个歌西了，我说那将来我们还是这个人类的智慧需要吗？他说是，其实是很多的，比如说一些细节的研读啊，很多的像做出来的那些，将来 AI 可以做，但是呢，还是我们人的智慧是很需要的。真正的那种分辨能力和这个思考和不同的这个思维的这种智慧是需要。知识的部分和很多的一些资料的存储，比如说已经背很多啊，这个记录很多啊，那些是不一定将来就需要。但是呢，至少是我们个人的这种分辨能力和思考的这个智慧的这个角度高度是还是继续能够用得上，而且是我们需要更加的注重这一块。所以呢，比如说我们佛教的很多的资讯通过 AI 得到，但是这些资讯整理好，我们用自己的一个经历情况、生活一起怎么去应用，就是要靠自己的智慧嘛。这部分是，根据他的说法是说我们还是暂时呢 AI 没办法取代的，而且也是我们人类的目前的一个，至少目前是我们的优势啊。他是这样说的，但是我有没有听错他的意思，我不太确定，因为这个领域我是外行嘛啊。所以在这里特别说了，人类呢，这个修行方面就是特别的这个线下的下这个线下是这个我们有就是更优势的条件呐。OK，这个线下这圆满有10个圆满，是无他圆满、无自圆满，这个加起来叫自他圆满。拜托你们这个到时候会群里面发出去的啊，这个大家就是一个一个就是看就好了啊。你们几个人就是这个手水快就水发嘛，然后你们就是这样，这一个星期里面你们自己看一下哦，然后真的看了有点看不动了，下个星期问的话，我会非常开心啊，这个是应该的啊。所以呢，这一点就是这样。所以我们这个18个项目今天不要一个一个去讲，但是无论如何，它是一个船只一样。所以呢，有一个龙树菩萨的弟子叫做升天菩萨，他的一个著作叫做《中观四百论》，他说身体本身就是一个不净之物，他觉得就是修行的角度来讲的话呢，它是一个就是各种各样的就这样肉血什么这脓等等，但是他说，但是我会好好的爱护这个身体，他说的为什么？他说因为要成佛的话，要修行的话，要利益众生的话，它是一个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是吧？所以呢，呃，
所以这个人生是很难的，很可贵啊。为什么说难得呢？哦，这个有很多说，比如说我们有多少70亿人口，现在目前70-80亿人口啊，这个地球上很多，但是呢，如果我们其他的众生、其他的汉生、其他的动物比较起来的话呢，我们人类是非常少数的一个族群。啊，用这个八柱人母记特别用各种各样的一个角度，有做了很多充分的这个方面的一个说明啊，所以今天不讲。他说为了读自他，这个就是不能只有自啊，自他，这是菩提心的不可缺少的，这个就是自他两个，自利利他。但是有些觉得，哎呀，就是我要利益众生，我要利他。其实，如果你没有自利，怎么可能利他呢？所以呢，我们就是利他的同时要自利，但是自利的终极目标是为了利他而自利，这个很重要。比如说，你将来想当老师，你现在要去学习什么？这个学校里面就是什么本科啊，反正就是学一些相关的知识，但不是为了这个知识而，不是为了这个课而，就是怎么说呢？你的终极目标不是当学生，想当老师，但是你不当学生，没有机会当老师了，是吧？所以呢，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所以呢，自利利他，都尤其是我们这个初学者来讲的话，我不是说你们都是初学者啊，可能你们当中也有很多的这个水准啊，各方面的佛法的知识，各方面有很好的。但是一般来讲的话呢，有时候我发现大家也有这个问题了，就是说喜欢讲大话了啊，大家都因为大乘佛教的词言和用处都太大了，所以我们一开始有一些不切实际的很多的大话哦，利益众生呐，我是我们要度化众生呐，是没有错，这是一个原经啊，但是从行动来讲的话呢，自利利他要平衡的，而且有些人说哦，那我要回想自己，所以我可不可以回想给其他人？因为他觉得这样的话好像不如法，或者我是大乘的弟子，我要回向利益众生，那我回向自己也是不是问题？你看这个也就他因为没有听懂自利利他的平衡的这个一个整体的一个概念，所以呢，他的终极目标是利他没有错。你现在现在生病了，你就是要回想自己赶快好起来，为什么？你现在贫穷了，你要求财可以，但是求财的目标是什么呢？我变成有钱了，我要当阿育王一样的啊，我要来为这个护持佛法，护持三宝。有时候佛教的历史上啊，这些过往的贡献大于一般的很多的这个阿罗汉了。从广传佛法的角度来讲，就像印度没有阿育王。连现在我们佛教的这个四大圣地都没办法忍忍的，知道吗？印度灭佛500年后，终于印度的这个英国的考古学家挖地，那个几百年的这个挖地的地下挖出了阿育王的石头。那个上面它就是几千年前就写上，这个就是佛陀诞生的地方，这里是佛陀天降的地方，这里是佛陀传法的地方。这个恩德是我们佛教徒是就是有非常难以表达的。在西藏，你看这个里面，这摊开里面，这个最下面的那个是一个是几乎尊者嘛，另外那个是这种国王，没有他的邀请，没有他的这些听说是当时吐蕃王朝的这个国家的预算，就像现在很多的预算不是都是在军事的那个嘛，当时的这个70-80%多少就是用来翻译佛经。所以他的这些金钱来，然后就是能邀请到当时印度最顶级的哈佛大学的一样的唯一的佛教大学，
就是南林陀，他是南林陀的园长，几乎尊职。是我们现在话通俗来讲，他是园长。西藏是非常偏僻的一个这样的喜马拉雅。我们现在一般人，我要去坐飞机去拉萨都是怕高原反应不敢去，对吧？去拉萨都那个时候，一个高龄60、70岁的阿底亚尊者或者几乎尊者翻越喜马拉雅山到拉萨定居啊，非常不容易。但是因为有人家那个时候有能力嘛，这种的真高啊，能邀请到。所以 OK， 反正呢，我为什么讲的这些也对，这就是我们就是有时候赚钱也可以菩提心试持你的这个行为 OK， 有时候是你要这个任何都是，只要是你的动机和这个好的话呢，可以成为修行，但是又不能成为借口，所以这个确实要平衡是不容易啊。但是这个就是这样，所以呢，他说要自度，OK， 度自他，这个自他2个角色，啊，然后有自己有能力，他就是能够度化众生，才护持三宝啊，所以就是，但是这里的究竟是自己和他人都要脱离轮回的苦海。苦海的话呢，就是我要做什么呢？日日夜夜的。就是那个白昼黑夜，就是说这个日日夜夜的，要非常集中精神啊，努力不懈的，不散乱的，不放逸的啊，就是不散逸，就是不放逸的啊。然后要做什么？闻思修，闻思就不能离开了啊，闻思修不能离开。所以我今天在微信后面也有写啊，这是啊萨迦班智达的萨迦格言里面说。图巴没比贡巴的拉登扎兰扎巴扎斯啊，今天菩提心也在，他知道啊。图巴没有闻思的修行，就像没有手背的人，像怕那个岩石，那就没办法。所以呢，你没有听闻佛法和没有思维的，那就你修什么很难修。所以这个就是特别重要的啊。OK， 所以今天 OK 还再讲一下啊，在下面呢，我们讲贪爱清贫好施什么水波荡啊，嗔怒地方 OK， 这贪爱清贫嗔怒地方 OK， 这个就是要这样来，犹若火在烧。然啊，不知趋势愚痴混暗者，这个暗呢黑暗的一个写法啊。然后呢，远离家乡乃是佛的心。所以这个就是这样。那当然在当时呢，一个出家人呢，或者一些性质修行人来讲的话呢，确实远离家乡很重要。但是有时候呢，远离家乡不一定是很好，尤其是现在我们这种越远，也就是也还是更忙，对吧？我们都在国外，都是远离家乡，但是呢，我们的烦恼贪嗔痴永远就是不会减少啊，没有一定的要少于这个家乡的人，对吧？所以呢，这个是当然是他的要正确的理解是什么呢？你要远离恶友，远离贪嗔痴的环境，就是重点。但如果没有这个能力，哪怕是你1年当中1个月你能闭关，也是一种远离方式。OK， 是的，是的。或者哪怕是你就是一天当中呢，有时候你要按照你自己的时间你去修行，你会静下心，你就是放下你的工作和其他的一些那些杂乱的事情，也是一种远离的方式。所以这个原理的方式，我们书面上这样写，但是实际上呢，就是我们要有自己的一个能力去怎么去应用或者用自己的方式去原理这个贪嗔痴，这是重点。究竟上呢，没有说绝对的原理，所以保证没碰什么那个叫什么门拉里巴尊者，虽然是一生都在阿伦若，但是呢，他一开始离开他的上师的时候呢，先直接到他自己的家乡。
而且家乡的一个山坡上面有一个山洞，那个里面就待了很久。那个时候是他的最好的这个修行的基础是在那边达到的。所以呢，有时候反正呢，就是他这里说确实是个，有时候我们呢，比如说贪爱轻便，就是说这个有时候是我们的那个年纪小了都想去的旅游，这个就像那个水的波荡一样的这样的一个贪爱，然后嗔恨地方和这个资方他方，就是地方和亲方的犹如火一样的在烧。而且呢，因为这样，所以你没有静下心去思维和修行的机会，所以你的愚痴呢，就是永远不会减少。愚痴，虽然呢，愚痴和亲友或者敌人没有直接关系的感觉，但是实际上有，因为你的情绪一直在嗔恨和贪爱的那个状态的时候，那不太可能有真正的这个长智慧的机会了。而且你的情绪一直在干扰的一个状态的时候，那就是你就是因果趋势就不懂了。所以呢，他就是这个这趋势的预知呢，就是就像一个黑暗一样笼罩或者你的相续的所以呢，这个你要远离家乡。那我们真正的一个从解脱道的角度来讲的话，当然你天通的人生难得，然后呢，要真正的去寻找一个真正的最好的这个文思修的环境是很重要的。再加上你先有文思的基础上，然后你在阿伦说啊、闭关中心呐、去闭关呐，当然非常重要的。至少我们要有这个意识。有一天我们晚年的时候，我能不能至少我退休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去到一个比较安静的一个地方？现在不是有很多的闭关中心啊这样嘛？我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像比较好的一个地方，能够度过晚年，我要不要修行？希望这个意识也当然可以有的。至少你看西方很多人呢，学佛学藏传佛教之后，他们还有3年3个月的闭关呐、还有他就专门就是在我昨天对啊，前天这个不是前几天我们那个法会上不是有个藏文的主持人嘛，对吧？C那个 C 他说他在他这个从这里开车5、6个小时还是什么呢？就是那个地方，他说也有曾经有一个叫拉玛依西，就是若巴仁波切的上师若巴仁波切格鲁巴在西方世界很有影响力的一个上师嘛，他也圆寂了。他的上师叫拉玛耶西嘛，也是喜马拉雅山区的尼泊尔人吧。然后那个拉玛依西的当时的一些弟子，他说现在有的年纪大，当时有至少有30个人。他说那边比较偏僻嘛，很大的地方，但是那个地方他自己都建立出一些闭关坊，就是那种小小的屋子在那边，就是不是一套这种那种一间一间的，而且是一些独立的这些闭关的房。我说现在他前天跟我说。而且他有时候他们说了我们要做金刚玉器木的闭关等等，那些洋人就是这样，他自己因为那边晚年就是自己都是金刚道友，可能他们几十年就是这样一起，现在在那边就是他们也就是他们的方式，我们还是更加的有更多的佛教文化的背景，我们也许是更年轻的遇到了佛法。所以我们这个准备和意识和一些认同至少有这个要作为基础，而不是说是 OK，今天听完这个就明天大家都要去上山，不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些要比较客观的一些认识和的基础上，慢慢的时候，那我们也能做得到的。修行是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的时候，不能完全按照书面每个人一样的，就是好像那个机器的操作一样，不能这样是吧？所以呢，但是呢，这个基本的逻辑确实存在这两个的平衡也是重要所以远离家乡是什么意思呢？就我刚刚说的，就是哪怕是你一个短期的时间也好，就是你离开这些散乱和家庭，有时候能放下安排一下，有一个自己的时间去这个进修，但是也是这个概念而并不是说是家乡本质上是一个错误，不是这个意思。如果他已经修行达到一个境界或者什么的话呢，家乡他乡都一样。
甚至有些人呢，他想是反而是没有约束和没有认识你，就是反而有可能会有些人来讲的话呢，做得更乱，更不好。这个也是很多教法当中有提到。所以呢，这些都不是绝对的要求，它的本身的意思就是，反正你就要远离这些不好的环境啊，要制造好的环境，要这个就是这样啊，创造好的环境，或者在这个要拥有这个好的环境，对我们来讲的话非常重要。然后再加上呢，在下面的那个段落就讲完了，今天就差不多这样啊。舍其恶尽烦恼，逐渐少。哇，这个就很简单嘛。那个文字呢，心无散乱，善现自增长。明者清净，欲发其正心，一举尽处，乃是菩提心。他说：“为什么要在阿伦若呢？为什么要有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因为禅定是智慧的根本，禅定是内心静下来才有禅定。很多的烦恼和杂音越多的时候，一般人没办法静下来，更不用说产生内心本身具足的这些功德更难显现。所以这里说，你放弃了恶境啊，就是恶境，就是恶的对境稀释了恶境不好的这个对境呢，那烦恼自然会减少，甚至有时候会神通啊，都会为什么现象？因为那个恶境太少的时候呢，你自身的一些很多的这个内心的一些功德就容易显现。心无散乱，因为内心呢就是平静了，非常静下的时候呢，善性自然就增长了，是吧？更重要是，我觉得这个每个层次都非常重要，就是明者清净。明者清净是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当下这种安坐的时候，那个觉知，我们的这个内在的这个觉知，或者不一定能称得上觉知，因为觉知是有这个觉悟的才叫觉知，或者大圆满里面就是叫本觉啊。但是如果不是这个，但是 rigpa 这里的 rigpa 是什么呢？就是你非常明晰，知道什么叫明晰吗？是吧？这个清澈透彻的这个心很平静，而且非常，这个精神的状态就是非常清澈透彻，智慧关照。那个状态的时候呢，对法能起到正行。正行是什么意思呢？法子那些原来是这样，是这样的，就是也许是你是说不出口，但是呢，就在好像原来的文字上和你听过的又是很相似，又是不一样的，有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独特的一些体会，这叫做正心，正心。这个体会就是体验是来自于就是这个这个叫什么阿伦若啊，是吧？所以呢，他说一居就是我们能够处于在阿伦若，那就是佛自心最重要的一个佛自心。那我们就今天讲到这里了啊，大家。